節目一開始，趕緊來關心這新竹的空軍基地今早起發生火災，現場是慶祝烏煙，差不多是在11點左右的時陣就甲火拍花了。這陸軍的後勤指揮部就表示講，第3、第2部新竹油料分庫外包廠商在洗油的時陣，才有可能是這抽油機歹去導火，才會發生爆炸，害一個工人就傷送病院，加在是無性命危險。因那陸勤部表示講，軍方的設施無受到傷害。烏煙一直衝出來，徛佇咧營區外口攏看甲真清楚，而且佫聞到臭味。新竹市消防局23接到報案，講新竹空軍基地內面發生二級火警，趕緊派人支援。軍方帶消防車、救護車對營區邊的門入去，確定現場無人掉佇咧內底，抑毋過有人受傷，隨個人送去台大病院新竹分院。消防人員趕緊牽水線拍火，早起要晚11點已經把火拍花。我們第一時間就覺得好像應該什麼爆炸而已，有動一聲就對了，很大聲。我早起先報迄個119啊，我叫伊先報119，啊，等下才知影講我是困在內底，我當作是遮民房的。啊，較早這是一個油庫無唔對啦，因為住遮住50幾年、50年哦，這攏是油庫啊。當地人講，迄當陣聽到空軍基地有正大聲的聲音，好佳在火正緊就控制，擱拍花。因若導火原因，陸軍後勤指揮部講，第3、第2部新竹油料分庫負責油槽管理維護，請外包廠商清洗油池，敢若是抽油機故障導火，導火所在佇咧油槽外口引起爆炸，一個工人受傷送病院，無性命危險。因若駐防佇空軍基地反向2輕戰機無受影響，戰備任務正常。陸軍部講，軍方的設施無損害，代志發生的原因交予警消調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